即马换要来甲你新的一个介绍吼，就是讲甲骹的动作相关的台语哦，甲骹哦，以前是讲手，即马讲骹哦，吼。好，咱第一字要介绍的叫做踏，就是用脚踩的地或者是东西。咱比如讲，你打了我的骹呢，就是你踩到我的脚，就叫做踏啊。过来这里叫做踏的踢的意思哈，用脚触及哈。咱比如讲，踢伤细力哦，踢得力道太小，或者说踢球就踢球的意思哈。好，过来下面这里叫做站应该是叫做站哈，那对哈，就是踹啦哈，或者是跺，用力踢或者是踏，拢叫做站，你站落哦哈。譬如讲恶毒老爸竟然甲家己的囝站到脚骨断去，哇，这个真严重啊！恶毒的爸爸竟然把自己的儿子踹的脚骨断掉哈，这叫做斩了对哈。过来这里叫做揽就是用脚使劲来踹，用力踢。咱比如讲，大力甲伊揽落去哈，就是使劲用脚把它踹下去哈。好，过来这里叫做扫哈，是用脚勾拉啦。咱比如讲，用扫推功哈，甲人扫倒哈，大家应该知影讲扫推功嘛哈。好，用扫腿功把人扫倒哈。好，感谢各位。